确认一下，线电联会，线电联会。好，为什么无看到画面呢？哦，因为无选到画面。画面吼，好，直播的画面已经设定好啊吼，你伫个 YouTube 的顶会当看到。好，感谢啊，马有人欢迎，而且我今日骹手较慢咯，所以所有设定即马才用好。咱开始来看啊，越南遮啥日子？1631年11月19日，金野风力减退吼，在个冬天啦吼，敢若即句话尔。过来，下一工，11月20日，上席商务员特劳留斯对安海寄2张花来，第一封写互本月14日，写伫本月14日，另一封花写伫本月17日。对这2张花看到一点交易的希望，因为本地奥和另外一个商人已经答应讲，伫个4-5天之内要炸一寡青丝来。黄金的介绍，黄金的介绍，已经挂到每10秒会当卖83到84纽元，是啥意思？是讲，意思敢若是讲，迄个10会当卖到8刀计数安尼吼。张瓜普曼阁下认为讲伤贵吼，而且数量也无多，所以取消收购这项商品。现在一官的母亲，一官的老母吼，迪玛和官员是毋是要允准阮伫因遐来停留？本地奥克摕一官的许可证和伫伊母亲的同意之下，就是摕一官的许可证以及伫个迪玛吼伊的同意之下，是毋是就敢来和阮来做交易？拢爱搁听候一段时间才会当知影。一个附件编号 FO231。好，即个附件是伫后壁只代志哦，今仔日长官普特曼阁下和议会来商议，阮要对安海和即些日常的情，什么意思？阮伫安海和即些日常的情形有感受无讲，若要甲阮早来资金伫遮交易完毕，就是要甲阮的资金伫遮吼做生意啊，做好了吼，因为交易会进行了非常的慢，所以一定爱搁拖，爱搁欠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而且到现在，阮还搁无听到，也无感受到，讲有任何会对阮来对着阮的计划的吼的代志吼。一般也搁伫武平吼，伫厦门和安海拢无。一寡伫武平，伫厦门和安海拢无明显的海军力量驻留伫遐。新的迄个海贼吼，新起的海贼还搁伫南方，势力也真细，所以阮毋免用着4只快艇就会当达成交易的目标咯。因此呢，咱来商议讲，是毋是应该派2只快艇去北平、顺宝对日本转来葡萄牙船，或者是应该派1只快艇载迄寡已经有
已有诶血红赫咪，在迄寡已经有诶吼，就是手头有诶即寡赫咪吼，要回学转去巴达比亚，希望讲会当赶着甲送去转去本国诶归国船队，因为一个船队已经转去即个巴达比亚，希望讲会当赶赴伊个船班就对了吼。议会亲书写律，吼，深思熟虑来签。议会经过斟酌来思考过吼，所有权衡之后，相关所有权衡甲清晰写入的相关意思吼。认为讲，为着要搁较好好来对付迄寡无信用的新仔日的各种打击，为着要伫接到对日本来的消息以后，会当派出一只满载货物的快艇来下大信件出航，就是我讲人话吼，为着要接到对日本来的消息吼，以后会当紧派出一只满载地的快艇来，请煞载一寡批来出航，并且要伫咧将来，若时间若应允的时阵，要用即只快艇航搁较大兵力去占巴即个所在，沿岸来巡捕对澳门对马卡奥啦吼，来到马六甲的即个葡萄牙船。目前即寡力量不宜分散，既不宜毫无把握派去北平巡捕，也不宜派一只去巴达比亚。伊讲，因船无讲介济了吼，啊，搁派船去做一寡代志，去代志吼。目前即寡力量吼，上好莫散开吼，船实在无够多，也无应该甲一寡船派去北平去巡捕，巡捕就是要去遐去掠人别人的船，做海贼去抓掠即个葡萄牙人的船。啊，伊嘛认为讲无应该搁派一只去巴达比亚吼，所以拄则讲的，所以其实嘛，就可能真正安尼做，因为真显然，伫即只快艇要到巴达比亚以前，规个船队就已经载好出航，就是阮还未到，人船队就已经搁离开啊吼。若无日本的来的消息，哦，还是我拄则一直无注意，即个归国船队吼，归国的即个船队应该毋是归国，毋是去巴达比亚，就是可能应该是转去因即个荷兰吼，就是阮即只船的物件送到即个巴达比亚人，巴达比亚迄船已经离开去荷兰，吼，回复送去荷兰。因此呢，若无日本来的消息，就袂当派出团批的即个快艇，因此来决议即寡快艇拢要留做伙吼，一直到核赫咪啦，装核完毕，甲赫咪装上船了后，应该是讲落船啦吼，赫咪落船了后，资金也交易完毕，来关照伫咧当中可能会当发生的代志，如咱之前所讲的，伫咧明年两三个中间，现主是即寡快艇当中有3只会当去占巴遐沿岸去巡捕葡萄牙船，伫遐会当得到利益，这是无问题。一定爱比去北方巡捕的得到利益搁较侪。好，11月20日落船咯，但是拢是含随行李有关系，就是因即个船要安怎派遣吼。11月24日，伫遮小甲各位陪说者，我歇伤久，我袂记咧讲，一般我是伫9点半读，今仔无拄好较早吼，咱后一回还是搁对9点半开始吼。
11月24日无特别的事，天气袂歹吼，时间无啥物通好记，一句话天气袂歹。11月25日，台湾足热的吼，已经30度，我伫遐先几个工已经接近30度28九。啊，我是转来美国，伊阁是说10度左右吼，寒着我真有准吼。11月25日，岩白啊吼，即个岩白我之前拢甲犯做，岩白我拢甲犯做岩白吼，我嘛好是安尼看，伊这应该是汉语的名，汉字的名伫即遮拢定定拢无翻译，吼，无嘛翻译。岩白啊会上迄阵伊阁满载好女对下门出来，有糖有面丸有布料含一寡青丝，但是迄寡青丝因为伤过伤那个甜药，又阁掺杂应该是讲这个丝无顺吼，无法度接受吼，品质太歹，所以甲退货吼。11月26日，上色上务员特劳牛斯坐迄个用客船淡水号对安海转来，大气的6000里尔，就是即个西班牙的即个钱的单位吼。大气的6000里尔，大部分已经交易青丝、黄金含糖。伫安海本来会当买到搁较侪青丝甲黄金，但是因甲介绍坚持讲，青丝每一担爱135两，黄金每10两83到84两卖。黄金10两，对应吼，会当卖到83两银到84两银吼。你咱用即卖介绍去算看觅，讲你这两若是，我毋知这两是啥物两啊？你若用即个材料去算吼，一两我真罕咧注意黄金的介绍吼，一两较早我咧注意到1万块啦吼，10两就10万块吼，台票啦吼，我讲台票。是毋是先仔恁知影讲，只有3、4个生意人会当含阮交易，其他人毋敢若含阮交易，所以呢，因就安尼顺利破过吼，才当甲介绍破一半。或者是葡萄牙人知影讲，阮伫遮超工甲介绍掠油管，用来变请阮浪费阮的时间吼，阮也无确定到底是倒一项。11月30日，1631年吼，要结束吼。11月30日4天吼，27日到29、30日无特别的事，定定有透大风吼，透大风继续吹来，因此呢，差不多拢无钱会当来。你即摆咧写即个日志人，应该是人伫安海遐，所以即写拢伫遐做生意的。好，咱来看1631年最后一个月吼，最后一个月写袂少工吼。12月1日，上级商务员克劳纽斯坐上客船淡水号又搁出航吼，之前讲伊对安海边早钱转来买足侪物件转来吼。早8000里尔要搁去安海，伊拄则是早钱，你个当是讲早6000里尔跟去遐买吼。即摆搁早8000里尔要去遐，要去安海遐继续来交易。议会也决议讲，上客船打到好，一旦修理好，也要即刻要运8000里尔缀去安海，要缀去安海，这个是挺好。讲到这个，我去电台录即个录音啦吼，录线，放送时间是5月18日，迄天是拜六的早起，敢若是10点吼。但是呢，我是感觉我录啊上够歹，录啊无好吼。当然对各位来讲，原是你一个无熟悉的所在吼，
所以淡薄仔嘛是会当听到一寡趣味代志。啊，对在地骂人可能无啥啥，毋知我咧讲啥，我感觉就有趣的，感觉是来是我家己的问题啦吼，物件传伤多，做事了无讲甲会好。12月11，12月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一直到10号吼，12天，无特别的事，经常继续咧透北风。台语讲侧风吼，袂华语讲吹北风，台语就讲侧北风啦吼。我等下解释侧北风的意思，是讲透风透北风。侧北风是风吹来你身躯顶，侧电风叫做侧北风。伊要安尼讲着你嘛是知影意思，怪怪的。好，12月11日，南北啊做伊的阳极船对下门搁出来吼，载一寡糖甲青丝吼，顶个叫人拍笑吼，即道有来穿鱼啊，无写吼，继续讲。12月13，即个南北啊往咧食南的吼，即个生意拢做袂成，安尼就了到浪费吼。12月13日，助理 Pieter de Niemen， 这可能就毋是汉语吼。含其他几个荷兰人舳写新仔日的用客船对安海来到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倒位呢？还是我拄仔讲伊写日期人伫安海荷兰是吼？这个所在应该是本地台湾吼。带来详细上员克劳纽斯对遐交易来一寡青丝糖甲黄金，并且要求搁较侪资金，以便伫遐来继续交易。也接到消息讲，一寡的士兵已经转来厦门甲安海，伊家己就是厦门一寡的家己吼，伫咧两三工之内也会转来到安海。再来咱看14日，12月14日，本地可对安海舳写用客船载糖甲米用一个青丝来。并且带消息来讲，一寡昨已经转来到安海，但是伫咧两三工之内，要搁出发去福州，和军门讲话吼，要开会吼。对上述本地客去遐来得信，也知影讲，即个月11日有一只新仔人的细只用客船来到鱼头湾。鱼头湾伫金门岛的东区，即个东边、东北边即个所在，即个海湾吼。迄只用客船是伫是要含另外一只细只用客船斗阵要去那加萨基吼，要去钓钓，要前往台湾的哦，还就是对那加萨基出航要前往台湾吼。就是有一只新仔面的船吼，要来到鱼头湾含另外一只要对那加萨基要去台湾的船过合吼。坐迄只用客船来的新仔人报告讲，就是来到鱼头湾迄只用客船吼，顶头新仔人报告讲，快艇 Pariel 号已经到庇护吼，伊拉朋友，伊也允准。也允准因自由交易吼，买甲卖拢自由咯。迄只快艇如果已经准备要航回巴达利亚啦，有5、6个阮的水兵吼，伫咧即个水手吼，伫咧阿里马吼，油马遐阿里马，含几个人斗阵叫对遐。因渡甲坐一只小船来逃走，但是毋知影要逃去倒位吼。迄寡被关伫咧即个
大川是啥？大川是应该是保姆啦，而且佫温布啦，含油马的主管吼，迄寡被关伫大川含油马的主管，以及所有对庇护相关向掠去的人，拢又佫恢复被监禁以前去判罪。咱即只咧讲的迄寡去互掠去的人是啥物种掠去？含即个咱之前讲的迄个冰电吼，阿马达事件吼，冰电入面话事件有关系吼，冰电入面的事件了后，本来就掠一个人去监禁伫遐，包括前一个即个荷兰警官吼，所以因派即只船去，我袂记迄个人叫做啥物人吼，即个敢若是即个上员要去谈判就对啦，结果规只船拢叫掠起来，各个日本人规拢规只船拢掠起来，拢掠去警察吼。啊，即卖就是讲因已经放人自由，日本人放人自由啊，会当含任何人来自由无阻碍来交易，但是因毋知影讲威廉坚士是毋是已经对公布落来，也毋知影讲其他的船只是毋是也已经真号要出航。进一步的消息已经对迄边来的批拢爱等听候，迄只用迄船来到台湾以后，对台湾传上过来才会当知影。而且讲对台湾传上过来，意思是讲伊写日记的人即满无伫台湾，但是我已经袂记因即满人伫倒里。若无伫台湾，绝对是会永富贵。咱搁继续看，12月15、16日，因为有强风，所以抱歉，我要食药啊吼，食只药。9点，已经9点。因为我要转去台湾进前无偌久，咱这个离岛的时间本来是一般正常的即个时间咯，时区啦吼。不过我要转去台湾进前偌久，无对即种正常时间该做是下落时间吼。啊，所以差一点钟，我算即个时间有影毋知要安怎算。原来这时间一调整，我就和台湾的时间算袂准。12月15、16两天，因为有强风，所以上述的种客船无法度来落去。啊说，12月17日，12月过一半吼，张大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来商议，因为目前已经有2只快艇吼，课文已经装好啊，已经甲货物拢装上船啊吼，是毋是应该派迄2只快艇加上几只撞客船去漳巴沿岸去巡捕，对于马卡奥、前往马拉加的落牙船，或者是应该互迄2只船游员停留伫遮。咱进一步确定，我找着漳巴伫啥物所在，有啥物拢伫遐你等待吼，毋知即个漳巴伫啥物所在。
Google Maps， 开一下 Google Maps， 降八降到后面，古早年后面这个。辽国有尖巴塞，但是无伫海边或绝对毋是个所在。安尼我就爱用先去Google查看，这个所在。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空江 district， 尖巴塞就是辽国这个所在。安尼我其实用比较，我记是尖巴是 CHIAMPA 款的，若是有一个所在叫做 CHIAMPA 尖巴，是毋是伫海边，听起来我嘛感觉足远的所在。意大利啊，绝对毋是迄所在。去歹势啊吼！你古早名声嘛肯定无你用，伊是啥物所在？好，咱继续看哈。议会考虑了各种的因素，首先考虑讲，阮迄两只快艇已经满载客务，另外考虑着讲，阮还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资金还未交易完，还未摕出来做生意。要用即剩的即两只快艇来使用即寡资金，可能会危险。尤其是因为一般已经对武平转来安海，用遮尔细的兵力，若无把握定天用伫遮，而且会真容易被赶走。我无理解吼，讲为虾米？意思讲因即嘛兵力伫遮无啥物兵力吼，无可能一关转来可能会甲阮赶走吼，阮无法度含伊对抗。为着要达成公司的重大利益，若挂记讲迄两只快艇必须要含其他船只留做斗阵，希望讲伫咧短时间之内，公司的资金会当交易完毕，也会当接到对日本来的确实的消息。到迄个时阵，才过来照看情形来处理。也关于讲为着要试讲干即只要买一寡黄金，看资金是毋是会当较紧甲用了。所以阮大先要以每10两黄金付84到85两银子的价钱去买黄金。今仔日用客船打到号，载运12000里尔去安海去新国黄金甲清洗。这是12月15日。我这伊讲伊写12月15日，但是实际上应该是12月17日，所以是放伫12月17日，这是换对。再来是12月20日，10月18、19、20这3天无特别的事，继续一透强烈北风。今仔日接到特劳留斯对安海写来批，讲着伊对一般遐知影讲，公司伫日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一寡快艇已经修理好，准备要出航。只敢若你听候表现的符克，阮伫迄边又阁会当自由无阻碍来交易。有两只洋客船对长崎前往台湾，要载去真侪货物。一般已经对安海前往福州去和分盟对谈，打算要伫咧10天到12天之内会阁再转来。好，情形是安尼吼，安尼个情形。12月21日，用客船淡水号对安海载一批糖、青丝甲黄金。
转来。12月24日3天，23、24无事天气还佫算好。26日、25、26透北风，强烈的北风，并且下雨。27日有一只将客船伫8天前离开Nagasaki，来到阮边仔来停泊即个国语是读正是上述日本来的消息就是之前讲的日本的消息，迄个确定29日，犹原是透强烈的透北风。12月31日，1631年的最后一天对翻译员接到消息讲，一官已经对福州转来，预定2天之内要到安海。伊还佫率领伊海军去南方烧着新起来的海产，就是拄则开始要开始你抢南物件，即个新的海产啦所以一赶去遐拍海产，也接着讲要去武平制服战俘的即个叛军伊为着要伫出发进前，希望会当含公司来讲一寡特别的事，因此呢要求长官普特马斯阁下，或者是至少爱派几个议员做代表去互伊见面。所以呢，议会和长官阁下决议讲，要派司令官 Carstens、商务员 Harkendall 以及助理 Kip 会早礼金200美元去安海，看是毋是会当见到一官，并且和伊交谈。要命令因爱劝诱一官，命令这几个代表爱去劝即个一官也劝也怪就对啦要伫伊带领伊的舰队要出航的时阵呢，请伫个大胆或者是历史景点所在，互长官阁下会当安全去和伊见面交谈你看，安那代表安那惊去就出代志所以毋敢家己去先派3个去和伊讲另外再着安排一个较安全的所在来和伊交谈。为着要互伊对即项代志当理解，决定要甲所有的船只开去预定的所在。这是1631年最后一天荷兰人和一般的参详要来开一个会就对啦见面参详者，这是1631年。咱搁煞一年总共1631年、1624、当然是逐年，伊差不多1630年才开始写日子，所以咱已经看年去后七个字1624、300、1662啦爱读到1662年后七个3个几天。所以荷兰人伫日本伫台湾是算安那诚久的时间不是3几天我算错1624，我记个荷兰人当时到1624到38。是计算是1662年啦1632，对，还佫剩30外天，对，算对，佫31年的日子要读咱继续。我拄则忽然间想起，其实咱嘛可能会当穿插来
就是来读迄个宣教书啊吼，所写的日记，伊嘛毋是物算日记，所以伊所写的就真诶，会当看伊迄当阵去做宣教，顺伫咧台湾各所在重大迄个情形。好，啊找着的时阵再来看，但是迄我手头可能找着是英文版吼，到时英文仔翻做台文吼，我毋知我读做袂到。OK， 好，咱来看1632年的正个吼，伊正个，所以无写正个催你，这个时间9:13分好，所以咱来继续来看。正个催你一篇好长，我一篇来甲看下。1632年1月2日，杨克群、米多 Birch 和对台湾来到阮遮。你看，所以因这写的时阵，伊是伫台湾嘛吼，应该是厦门这个外海峡。是顶个月22日出航，因为刮风，所以袂当很早来到这个所在。对日本用其他人的用迄阵，我甲台湾，再搁对台湾送的这个所在的信吼。就是上个落的意思是讲，因为这个刮风啦，因为风雨的关系吼，即只阵应该载过来即寡批信吼，拢无法度较早送。这个批信讲，批信内容，就是这批信内容吼。威廉先生伫今年5月21日伫江都被国会议员调去一份吼，但是问题基本上拢无得到处理，只敢若对大神殿吼，就是大神啦，大神这边是尊称的吼，大神多年。对于这个威廉先生对于这个大神遐吼，得到一寡听起来真水气的一寡应允的吼，讲短期之内会有所决定吼。看这个病重的囝儿也向调停来替伊的老爸已经过世的老爸来答辩。病重是啥物人 ？OK， 但是呢，伊甲代志煞甲吼，佮甲李吼，佮甲李讲，伊毋知影因老爸做了啥物代志，也毋知影讲问题伫倒位吼，就安尼又搁被允准来离开吼。病重是毋是冰点李冰话的后生？我再看下吼。无毋知影读啥。我读出冰点病重的。蛤蟆甲黑座，哦，歹势吼，这个病重是末次披萨吼，历史病重是是长崎的大官吼，就是长崎的军官啦吼。名即小几过就记个明星啦吼，但是伊含即个蛤蟆大即个事件关系是安怎，我不记经典上人所属的某日商品互相长崎大官历史病重，关系讲将军无偌出兵，占领台湾。经典里认为当然是即个这项事件即个主角吼，要出兵做着迄当阵的即个长崎大官的军官尔吼。
所以像这样代志无直接关系，但是即种代志伊无可能讲伫内底无扮演一个角色，然后绝对有伊，可能有伊参与伫吼，因为认为所抓到人伫规个长崎遐嘛，就是借即个电商界，就是电商个比吼。啊，即马电商个即个后生去互大神调去即个东京吼，迄当去工课吼，去问话，结果说甲哩哩哩的，讲这毋知影后壁做啥物代志，也毋知影问题出倒吼，所以就放假转去吼。因此也袂当判断讲日本的迄寡朋友确实的结局会安怎吼，毋知讲你讲了物件去对起来到底会安怎吼。快艇8月号来到庇护了后，一如公司的快艇和人员被柜台迄款所有运来的货物拢向大封起来，由日本人看管吼，像你看管公司的上管安尼。9月10日，日本发生风台，互停歇伫遐所有船只停歇伫即个所在，即个科技上所在，河即个波在塔，我哋什么安尼河内吼，伫咧平湖西南6公里的所在，是日本一地。日本发生风台做风台，所以停伫遐，伫咧平湖南边6公里的所在西南边6公里即个所在会停车，拢去冲去弄着即个礁石吼，比较准伊拢有写即个船的名吼，Ready 和 Aaron 和 Tuesday 和 Barry 和一直Campan 吼，虽然拢有即个拍地吼，有锁固定遐，但是因风雨伤大吼，然后去弄着即个石头。Randy 和长球就弄破来停去吼 ，Aaron 和含 Tuesday 和拢弄歹。如果因去互释放，那因路认为讲袂当过来日本吼，伊是安尼说，已经歹甲讲无可能无法度过来日本吼，损害。Barry 号甲即个 Campan 号大概20分。Barry 号甲 Campan 号损害上少吼，所以会当搁拖起来拖上半来修理。相关也插一支啊，互迄个风台来车顶吼，厝啦，即个相关吼，变成你甲你做下，那风台拍歹吼，已经互公司吼受到真大损失。对阿里嘛，对阿里嘛盗走迄5人的阮的水手也未找着吼，但是因已经造成真大的麻烦。这是这个哈马达事件了后，但是目前发展到安尼的情形吼。伫今年8月有3只葡萄牙船对澳门来到，对即个澳门就是马卡澳吼。今年8月有3只，今年才拄则正好了，是写到8月去，好像毋对吼，应该是去年吼。有3只葡萄牙船对马卡澳来到长崎崎，但是因所载来货物主要是锡货，主要是锡啦吼，拢去这3只葡萄牙船吼，拢被登记了后搭了封起来吼，放伫日本仔的仓库保存起来。寄即张货的时阵，迄寡货物除了一寡粗货以外，拢还袂卖吼，所卖出去迄寡粗货也无够因来开销，逼到因必须伫遐来借钱。这一切拢是因为天皇破病甲死亡，即当因为天皇吼，造成目前日本政局的混乱所致。因为国会议员拢全凭起义指导处理吼，拢
照家己的意思去做代志嘅，目前讲国好吼。对葡萄牙人要求要互因甲死甲死活拍卖或者是落出去哦，出地上悬的人，有即种紧急的请求拢置之不理，就是讲无插即个葡萄牙人的要求吼。反转去，爱因甲去载转去吼，阮颠倒叫因讲甲去载转，无按做生意。葡萄牙人也愿意将旧年压遮的钱当做减价部分，互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犹原毋肯处理，因此双方拢去公布，就是当今即个公布的即个调停控诉，希望时间会当甲阮讲因最后结果就是希望决战会当知影结果啦伫咧顶一个季风的期间，差不多有70只新仔人的用客船去过日本，但是大部分拢存在错客，造成因家己迄个下价拍卖销价拍卖家己安怎讲？我等下就是想遐，就是俗话啦因伤过遮船载错的去卖，结果只好计小熟仔卖因此呢，完全出乎因的意外因此安怎呢？用利弥补，就是利润足低嘛，你讲利润上低因所载运去的私货也叫靠牢，像葡萄牙人所载的迄挂客相款叫保管，迄种空起来，等你要拍卖所以新仔人、葡萄牙人和阮荷兰人，拢共款伫咧日本遭受着无好的待遇，希望真紧就会当知影结果如何9:25分，就是正月头一天，1932年正月头一天，过来咱来看四日，正月四日，一桩南北啊，和其他的人存在迄只将客船已经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也早批想要叫总督阁下迄个日天气真好，所以南北啊，南北带领规只洋客船运青丝出来，运一寡青丝布料出来，迄只丝佫写讲是脚捻的丝，脚捻的丝我查一下迄个迄个捻即个动作拢足熟的，咱是啊家己较袂晓讲。我先查看一下，念，即个念，我所知影可能无介绍即个念是用砖头啊做面用砖头去做物件即个念酿菜或者是酿人酿菜就是你咧洗菜，用甲菜，比如讲甲菜的根还是菜叶甲酿起酿人就是捏人捏耳朵、捏皮、捏人的皮肤就叫酿所以你用砖头去做物件就叫做酿另外一个读音是酿但是这项我即马所知影即只假酿，可能无介讲意思。我查一下，甲你大数据看即个即个词的碾嘛脚碾生丝即个丝嘛迄个动作脚碾迄个动作，我看起来这个较好使用甲你大数据。
搞点7分吼，跳出量，这里吼，用手长度用手指平量，量无长，量无长，量手，量指，量嗯好，安尼看就是干那即个量，吼。另外一个音是量，吼，用手一量丢果草，一粒丢果草，念看卖，念条条。伊规则是讲手会一码叫做念，吼，这是念第7声吼，或者是念第3声，就是另外一个音是念，用手平一粒金龟，一粒黄牙，果子会直切片，果子切一片一片的吼，叫做一粒金龟，一粒黄牙。好，但是念你。拢无我拄则讲想迄种嚼念的迄个意思吼，嚼念的意思是讲你的舌头念嘛吼，念就是哦，连喙手迄个念吼，我也知即个念，因为伊汉字这是华语的练手，伊用的汉字伊并毋是台语的，伊咧用的汉字吼，所以我伫遐找一个正确的字，连喙手的练吼 ，L-I-A-N。L-I-A-N 就是声。我讲的嚼念绝对是连喙手迄个动作啊，毋是念啦吼。伊用迄个汉字的念是华语的念吼，含台语的，你若要写台语的时阵要用的汉字是无共吼。你若写台语要用的汉字是手字边，手字提手旁吼，手字边边仔一个自然的人吼，这是练吼。就是挑骹练喙手去练吼，练除须练练就是安尼写吼。但是台语是内底练，是内底练吼，练吼，练是长势来卷吼，长势就是旋转卷起来吼，这叫做练吼。连蛇滚类似连蛇滚连鱼空吼，连喙手吼，拢是安尼个字啊，就是我那连喙手连钱吼，所以甲钱练起来吼。连螺丝吼，夹针啊，连空吼，转孔嘛会使吼，再来是蛇链、水分链吼，这个就比较常去使用着吼。鸦片分链、乌分链吼，连布链，好，反正就是吼。另外一个动词连人的钱吼，就是连人的钱就是强求吼。咱讲连钱其实就是乌西啦吼，就是讲贪污啦吼，连人的钱就是贪污的吼。OK。好，所以咱转来这歹势，我已经时间超过1分钟，咱来看数吼。加链的丝甲布料吼，迄个岩壁啊，甲一寡青丝加链过的丝甲即个布料贴出来吼。今仔日有用客船对沿海载来30担青丝甲25件即个黄金，并且早消息来讲，伫咧军日1日第4军迄几工，也阁有大批的货物要对遐运过来吼，对沿海运过来。如果讲一关袂来厦门，会对陆路吼，会对即个陆上出发去旅店吼，即个行海路行即个一般面对的对待。好，这是一个你吼，今仔日一个人即工咱学一字吼，是练字爱来讲吼，连喙手的练字吼。好9:32到遮，咱后一段我看今仔日我食明仔载应该会当阁继续读吼。但是咱时间会恢复正常吼，到暗时啊，我食暗时9:30吼，咱台湾时间是9:30，咱继续来读。咱遮声语字，感谢各位和我斗阵来成长也是台湾的历史吼，咱今日当学着即个物件。台湾拄则发生地震吼，我伫遮嘛是真关心。
希望各位平安顺时，会当迄个真紧的恢复台湾逐项拢咱照时间做吼，会当真平安顺时。感谢各位今仔日到遮，安尼开放马弟感谢你，我相信马弟帮我做遮侪资料整理吼，感谢你，我等下来大家来看。好，感谢各位，感谢再会平安。